好多客人做占卜都係因為有啲困擾嘅問題，好想快啲知道答案。尤其感情佔最多，其次係事業工作。有占卜感情嘅案主可能聽咗一個占卜師講，唔肯定之下又揾第二個甚至第三個占卜師。如果每個占卜師講嘅嘢有唔同嘅話，反而會令人更加迷茫，應該信邊個呢？其實以上呢類客人呢，唔少都係塔羅占卜常客。如果學識點樣判斷占卜師係咪專業同埋可靠呢，就唔使嘥咁多嘅金錢啦。首先，我做咗22年嘅塔羅占卜師，經驗話俾我知，塔羅占卜準確度唔可能係100%，而且正因為咁，萬一預測原本嘅結果唔好嘅話呢，而去改變心態同行為，真係可以改變未來喎。所以如果占卜師話100% 準，現況可能真係會好準嘅，但未來呢就唔一定啦。好似天文台都冇可能預測天氣100% 準確一樣啦。佢哋咧咁樣講，多數係誇大咗，等你深信之後咧，一路俾錢佢。又或者通靈先至有可能嘅，原因係占卜師只係人，唔係神，所以好嘅占卜師反而係唔會講到自己好勁，或者睇落好似100% 準嗰種。第二點係占卜師過程中咧係會願意同你多啲溝通嘅，而唔係睇牌之後咧好快講完佢認為好準嘅答案之後咧就完成咗占卜噶啦喎。其實占卜好多時都係講一啲心理方面嘅問題。如果占卜師有耐性同案主溝通，同埋多啲同理心，了解案主嘅情況呢，就可以俾到一啲更加實際嘅建議方向，而唔係只講一啲聽落好正面，但其實冇咩實際建議嘅內容。最後都鼓勵大家相信自己嘅直覺，占卜好多時都係能量嘅連結，甚至可能係宇宙安排嘅緣分。只要放下頭腦感受一下，你就會分辨到邊個占卜師嘅能量更加正面強大。如果想一次過體驗超準占卜同埋學習塔羅知識，咁了解一下點樣可以一堂學識占卜，歡迎報名每月喺荔枝角舉行嘅塔羅工作坊，每位只係150蚊咋。WhatsApp 我哋5116482466327332查詢或者報名，上堂見。